国当局继续采集东突厥散穆斯林人口的 DNA 样本。中国官方阿克苏日报4月30日报道说，今年继续进行免费的健康检查，并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其中。当局从2016年开始年度性的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计划，并且标榜它能造福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该计划表面上的宗旨是加强医疗单位的服务递送、筛查检测重大疾病和建构涵盖全区居民的医疗数据记录。人权组织表示，以数据库强制采取整个人群的 DNA 以及其他生物特征，严重违背国际人权规范。更令人不安的是，相关采集行为竟假借免费健康检查的名义暗中施使。各界一直质疑中共当局在东突厥散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哈萨克等穆斯林民族的再教育营，实际是灭绝种族的集中营。一些专家指出，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可能是器官贩运的受害者。阿克苏市卫生局的一位人士说，过去4年来已花费6.8亿元进行免费健康检查，并雇佣了13090人。最近有报道说，2名在广州工作的维吾尔人感染了武汉肺炎，这一信息已得到自由亚洲电台的证实。根据一名自称是居住在中国某省的维吾尔人提供的信息，这2名感染者是从东突厥散被转移到广州的所谓廉价劳工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证实，这2名被感染者正在广州工作。2014年昆明火车站事件后，中国各省的维吾尔人几乎被遣返，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当局已将超过8万名维吾尔人搬迁到中国各省的工厂，其中包括许多国际名牌的提供商，他们在这些工厂被迫参加强制劳动。中国陕西一名男子活埋气胸瘫痪母亲，该案后谎称将她载送到亲戚家，还自己出走搞失联。母亲所幸被解救，男子也被拘留。综合北京日报和华商报报道，男子的张姓妻子本月3日晚上11时许到陕西榆林市清边县新庄派出所报警说，男子的79岁王姓母亲2日晚上8时许被他从家中用人力车拉走。58岁的马姓男子随后一人回家，向妻子声称自己将母亲送到清边县新车站，雇用了一辆面包车送往甘肃省的亲戚家中。警方在5日找到马姓男子，马姓男子随后承认自己将母亲用人力车拉到清边县万亩林某处，就找了一个废弃墓坑并土埋母亲。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将王姓妇女解救出来。清边县人民检察院也提前介入这起故意杀人案。中国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使程旭指出，中国在抗疫取得最终胜利前，将不会邀请国际专家调查冠病源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在等待北京邀请他们参与中国就武汉病毒疾病动物源头进行的调查。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已经要求进行独立调查，以找到该病毒的来源。以色列国防部长贝内特已批准在被占领的西岸非法犹太人定居点建造7000所房屋。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称，国防部长贝内特批准在西岸南部非法犹太人定居点建造7000所房屋。根据国际法，在被占领土上所有犹太人定居点都被视为非法。